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家己的城市。有人用驴仔扛着一个半碎，甲耶稣头前来。耶稣见因的信心，就对半碎的讲：“囡仔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内讲：“这个人讲僭妄的话了。”耶稣知影因的心意，就讲：“恁为什么心内怀着恶念呢？或讲你的罪赦了，或讲你起来行路，倒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恁知影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权柄，就对半岁的讲：起来，摕着你的驴仔转厝去吧。迄人就起来转厝去了。众人看见就惊奇，就归荣耀予上帝，因为伊将这样的权柄赐予人。耶稣对迄边往前行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伫税关上，就对伊讲：“你跟对我来。”伊就起来跟对了耶稣。耶稣伫厝内坐席的时阵，有一寡税吏甲罪人来甲耶稣甲伊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到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讲：“恁的先生为什么甲税吏并罪人一同食饭呢？”耶稣就讲：“康健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人才用得着。经常讲，我喜爱怜悯，无喜爱祭祀。这句话意思，恁却去找无。我来本毋是钓义人，乃是钓罪人。”迄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讲：“阮甲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倒无禁食，这是啥物呢？”耶稣对因讲：“新郎甲陪伴之人同在的时阵，陪伴之人岂会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因，迄时阵因就爱禁食。无有人将新布补伫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倒转带歹了，迄个衣服破的就搁较大。嘛无有人将新酒装伫旧皮袋内，若是安尼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流出来，连皮袋也歹了。唯独将新酒装伫新皮袋内，两项就拢保全了。”耶稣讲这话的时阵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伊讲：“我女儿拄则死了，求你去换手伫伊身躯顶，伊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缀着伊去，门徒也缀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，来甲耶稣背后望伊的衣裳碎，因为伊心内讲：“我敢若望伊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伊，就讲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对迄个时阵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厝内，看见有分手，阁有真侪人乌白眼，就讲：“退去吧，这个在色里毋是死了，是困着了。”因就踢笑伊，众人计要撵走，耶稣就急急扭着在色里的手，在色里便起来了。怎呢？这个风声传遍了迄个地方。耶稣对迄边往前行，有两个青面的缀着伊，喊叫讲：“大伯的子孙啊，可怜阮吧！”耶稣入了房屋，青面的就来甲伊头前。耶稣讲：“恁信我会当做这事吗？”因讲：“主啊，阮信。”耶稣就望因的目睭，讲：“照着恁的信，甲恁成全了吧。”因的目睭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吩咐因讲：“恁爱小心，毋通叫人知影。”因出去，竟然将伊的名声传遍了迄个地方。因出去的时阵，
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婴狗的带到耶稣头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婴狗就讲出话来，众人就希奇讲，伫以色列中从来无有见过安尼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讲，伊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行遍了各城各乡，伫会堂内教示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佮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伊看到真侪的人就怜悯因，因为因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无有牧人一般。怎呢？对门徒讲，爱守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